好，来乡亲啊，继续来讲这个林滨厝底地有够歹，过去的黑历史嘛一件一件去风晓出来。伊除了是家暴的惯犯，都参去国外原来是真落差。都女性的律师出来甲压料，讲因为拢是台湾人，所以当初伫欧洲的时阵，捌接待过林滨厝，想袂到是伊恶梦的开始。讲伊这个人白贼的话是讲一大落车。 等价税假有钱，伫法国巴黎的酒吧公望女员工的行卡码，当场互罚款欧元600块，大约是台票18000块，竟然是付袂出来，来找伊就爱帮忙女卡来付钱，啊无爱甲帮忙，佫袂使你哦，伊会甲你恐吓。 没有偷拍，他要传很多照片给我。林滨厝互企业禁戒，毋过过去的黑历史要是一直互压出来，惯用手法都是伫网络顶传信息互青婚人。俄罗斯伫4年前因为共享的争议，伫欧洲接待过林滨厝，想袂到却是恶梦的开始。你付钱，他会跳舞嘛？但是你不能摸人家，但是他去摸人家。 对，然后那是保安跟我说，他去摸人家小姐的胸部，然后要罚600块。林滨厝甲律师讲，爸爸是校长，阿姊是法官，姊夫是律师。敢若厝内留互伊新北市棒球精华地段的房产，都月收20万。看到高伟人这样，真的是蛮可怜，因为其实当时就知道他同时不只有一个女朋友，所以才会需要我出面帮他圆谎。 早就25年前，林滨厝就予女网友告质恶，毋过提告了后，女方佫一直传信息，讲希望林滨厝莫卖出伊，佫讲真介意伊，互林滨厝顺利自官司脱身。5年前伫停车场有行车纠纷，林滨厝互告伤害、恐吓、强制和公然侮辱。当时的女朋友作证否认，加上监视器有时间无清楚，检察官以事情不足不起诉处分。 生气的前女朋友嘛是用家暴，毋过林滨厝认罪，得到女方的和解。法官判拘役40天，假罪2年。这摆高嘉瑜案件爆出来时阵，伊伫饭店互警方拘提进前，嘛有一位姓吴的女性陪带。互带走的时阵，伊阁要求女方替伊6月租的5万块。虽然伊已经互契押，毋过高嘉瑜透过律师讲，饭店和大所在查到的备份设备和伊所使用的无同，可能另外阁有备份。